好似今次嘅槍擊案咁樣啦，兇手透過媒體，例如係 YouTube 網站作出預告，然後先至大開殺戒，已經唔係第一次嘅。不過專家話，造成今次槍擊案，芬蘭本身獨特嘅環境，亦都係因素之一。陳家珍報導。開槍殺人嘅18歲學生奧維寧，佢犯案前一日上載自拍片段到 YouTube， 話學校星期3會有大屠殺。佢另外仲上載咗多段暴力短片，令人聯想到今年4月美國弗吉尼亞州理工大學槍擊案當中殺死32人嘅南韓裔槍手趙成熙。趙成熙案發前將自拍嘅短片同相片交俾電視台。除咗畫面，兩個人講嘅說話亦都好相似，同樣對社會作出控訴。You had 100 billion chances and ways to have avoided today, but you decided to spill my blood. You forced me into a corner and gave me only one option. The decision was yours. Now you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that will never wash off. 奧維寧就話要發動一人戰爭，剷除唔適合生存、意志薄弱嘅人。其實早喺99年美國哥倫拜恩校園槍擊案中，兩個槍手事前亦都拍咗一段練槍片段，只不過當時未流行放上網。今次嘅案發地點芬蘭，面積有338000平方公里，1/3嘅國土處於北極圈，500幾萬人口，每平方公里嘅密度得120人，比起香港嘅6000幾人差得遠。城鎮相距遠，接觸主要靠上網同電話，連6歲細路仔都已經帶手提電話返學。而且係冬天晝短夜長，學生返學定放學個天都黑麻麻，當地抑鬱同自殺率都高企。專家話，受孤立、自我形象低落嘅學生更加容易轉牛角尖，變得孤僻同埋有暴力傾向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導。